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日客仔话，讲鸭卵结过山，讲我做看破。讲2角15线，讲我做角5，这算话音的。国情啊，你较讲嘛这2句无影哦。今日招你来研究咱厝内六亲，有真侪日客仔话吼，对这方面就会想出来。头一句咱来讲阿公带细姨。带细姨唔通啦，政府即马讲这违法的呢，犯着重婚罪呢，无啦吼。古早日客来话咧讲，阿公带细姨，互你想后壁接一句啦，顶句接下句。阿公若带细姨，本来咱兜着一个婆，阿公因某咱叫阿嬷，老阿婆，本来一个尔，即马佫加一个，煞唔知影变做家婆吼。外家的家，甲加出来的家。拄啊共款话音，所以阿公带细姨变加一个阿婆家婆，啊做人唔通得家婆啦家婆，所以这台语吼，日客仔话常常用迄个话音咧产生趣味。头拄啊国政咧讲啊，2角15线，角5这嘛话音的嘛，因为1角5分嘛，变做对代志有角5的角5嘛。话音的再来讲一句，阮啊厝内6亲的哦，头拄啊国政咧讲哦，阿公讲完，换来讲孙，来讲囡仔跋倒。互你接顶句接下句接4字，囡仔跋倒，啥物人上烦恼？煞唔知做老母的上烦恼。所以吼，妈妈赶紧甲抱起来，来哦，妈妈吼，赶紧甲你呼呼的啦，马马虎虎啊对，台湾话呢，马马虎虎呢，妈妈甲你呼呼的变做马马虎虎。讲来到这，国正小甲你掺2句啊，补充一下，马马虎虎就是台语，互华语影响起来，日常对答咧讲的话，像咱有一句话讲啊，国正啊，等你嘛好啊，讲话安尼落长，等你嘛好啊，这个好啊，原来对华语起来啦。过来，共款六亲的日客仔话，第3句咱来讲，共款讲囡仔，讲年母抱囝，年母咧抱囝吼，这无话音的，这敢若想意思尔，年母抱的囝。毋是伊的啦，啊无啥的，别人的啦。物件好看好食，咱就无才调去买，无才调去学，无才调去得到，迄别人的啦。年母抱囝别人的，这算想意思，会当理解。就像国政头拄仔见面咧，记头一个来讲啥，讲鸭卵结过山，咱想意思理解。目睭金金看会破，或者看破，所以年母抱囝会意理解别人的趣味的日客仔话。